你敢唔敢相信啊？雞血藤在手，腰痛腳痛唔再有。99%嘅街坊老友都仲未知道，腰痛、腳痛、肩頸痛最怕嘅一個東西，竟然就係雞血藤。雞血藤你咁樣嚟用，唔使2日時間，可以令你嘅腰骨腳骨硬淨起身。呢個有冇吹水嘅成分？你屋企嘅雞血藤係咪都仲係攞嚟煲湯飲，又或者煲水飲？咁樣再靚嘅雞血藤都會俾你糟質晒啊！今日呢，我嚟分享一個雞血藤嘅心食法，等你哋只需要2-3日就可以行得、食得又瞓得。不過我勸你千祈唔好飲得太頻繁，我驚你行路都會帶風啊！由今日開始，你係再都唔使到處周圍走，到處打聽，到處掛埋晒嗰啲專家號，呢啲都係嘥錢嘥時間。咁多位街坊老友，我哋人一旦上咗年紀，最怕就係頸椎腰椎唔舒服，手手腳腳扯住踎低起身見頭暈。但係由今日開始，你就準備同呢個周身骨痛講拜拜啦！喺呢度，我最後一次將呢個方法免費咁分享俾大家，希望有咁多嘅老友記從中受益。驚記唔住嘅，點讚收藏起嚟，順手分享俾你關心嘅親朋好友。唔小心劃走咗，就真係再都搵唔返啦。首先，我哋準備好呢4種食材。第一就係啱先講嘅雞血藤，佢可以通經活絡。第二就係呢個海風藤，佢可以去風除濕。第三就係呢個桂枝，佢可以消下腫止下痛。第四就係呢個生根草啦，佢可以疏通呢個經絡，佢就係傳承咗1000年嘅方子，我哋老祖宗稱之為生藤湯。我哋身體嘅經絡一旦通咗，就會成身都鬆晒，係再都唔會難受啦。用呢4種食材加埋豬腳一齊嚟煲翻佢77-91分鐘，落啲鹽調下味就有得飲啦。堅持飲翻一段時間之後，你就會發現成個人都醒神晒，真係無痛一身輕啊！有需要嘅街坊老友，1個禮拜可以煲翻佢1到2次。咁用嚟煲湯嘅材料，大家可以自行搭配。嫌麻煩又或者怕買錯嘅，可以學似我哋咁買呢種提前搭配好嘅一整包湯料，入邊整有7小包。科學配比，獨立包裝，真材實料，冇花冇假。每次煲湯嘅時候攞1包出嚟，簡單又方便。平時我哋仲可以攞佢嚟煲豬尾、煲牛腳，都係一樣嘅好飲又好使。有需要嘅街坊朋友可以點我頭像，下邊櫥窗已經幫大家準備好晒。趁住廠家仲有活動，嗱嗱聲帶返屋企試下啦！